到新闻的现场，健康吃饱，就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。民间日咧传讲，牙周病和喙齿的细菌无共款，会互相对抗，所以治疗牙周病的人较袂蛀齿。也毋过，气科医师讲，这是三咧乌白线，就算袂直接影响，也毋过牙周病会引起到齿槽纠气，颠倒较会引起到喙齿筋蛀齿的问题。怎么有血？喙齿绿绿的，目睭一日看煞老花啊！若是不闪时，齿环会浮肿佮老花，这就要细治，因为这是牙周病的报头。有人谣反讲，治疗牙周病，就敢若亲像去摕到免蛀齿的金牌，其实这是树仔错规山，大错啊！虽然说造成牙周病的细菌跟蛀牙的细菌是不同的，但是并没有说你得牙周病就不会蛀牙。齿科的医生跳出来讲，世间无这落代。牙周病甲蛀齿是会相排，虽然讲引起牙周病的细菌是亚阳菌，若造成蛀齿的细菌是好阳菌。这两种细菌虽然无同，不过因袂互相攻击，颠倒是斗打架真好势，甚至讲有牙周病，佫会增加蛀齿的流摆。就是如果一旦得了牙周病之后，可能牙龈萎缩，那本来牙肉是要保护牙根的部位都裸露出来了，其实更应该注重口腔卫生的习惯，降低蛀牙的发生。人讲喙齿疼痛五脏，不过这个牙周病是成年人落喙齿的齿质，甚至有可能来提悬心血管病症甲这个失智症。若想要维持喙齿的健康，有撇步，除了会当用背式的洗喙齿方法，也佫会当用齿线这个辅助工具来清洁，甚至会当使用牙菌斑的显示剂来看有洗清气无。这个清气喙齿的撇步，都爱甲用好来，就是希望会当永远甲这个喙齿的问题洗 goodbye。记者综合报道。